晶晶慶祝元旦。新年就嚟到啦，爸爸帶咗幾個新嘅月曆返屋企。12月31號係除夕，1月1號係元旦，係新一年嘅開始。我哋可以用新嘅月曆啦。係啊，晶晶真係聰明啊！我哋將一個月曆送俾鄰居嘅李姨姨，好冇啊？除夕嗰日，爸爸媽媽同晶晶去到李姨姨屋企食晏晝。晶晶帶咗一個新月曆送俾姨姨，姨姨就話啦：多謝你哋啊！今日係除夕，夜晚我會去睇煙花匯演。